總價500幾萬就可以買到我哋高爾夫球場一線景觀嘅別墅喎，你信唔信呢？首先呢，睇下我哋嘅景觀啦，哇，好靚，一線嘅高爾夫球場景觀，而且帶埋我哋有100平方嘅前後花園喎。呢個係呢樓上3層、地下2層嘅305平方嘅一個產權面積嘅別墅。最緊要呢，我哋使用面積去到差唔多係700平方喎，仲帶埋我哋呢個大露台啊！最緊我哋呢度咧，自己揸車過去東灣華佛商都只需要7分鐘就到啦。到港珠澳大橋咧，20分鐘就可以到啦。有直達到香港嘅車，中意嘅話記得 WhatsApp我發啲詳細嘅資料俾你。